镜头锁等来台湾来看国民党新北市议员，嘛是立委的参选人廖先祥洪指控，伫十指的山区有一栋别庄是共起伫的国有地。陈情人讲，甲新北市政府检举真侪届咯，拢无回应，无非是有特权。廖先祥驳回讲无特权，讲迄块地已经是农务用地，会按照规定去申请。新北市政府嘛澄清讲，拢依照定数咧办理，绝对无可能会暗砍。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新北市议员廖先祥位在新北细致的这块土地，可以看到有翠绿草地，还有豪华别墅。不过这样的庄园却被民众爆料是新建在了保育区上，涉嫌违法。在伫咧十指山顶的这栋别庄，四周围靠青翠山林包围，门口的造景变得真清气。了解别庄有树瓦、有水池呀，就亲像一座小型庄园。不过所有当地民众看袂出。它其实是山坡地，而且是敏感的地区，所以它既然被设为敏感地区，可是怎么会被开垦成这样子？下面就是溪流，那它污水排放全部排在下面去，那其实是不是我们这边附近的居民其实都在喝他们的污水？阿公阿嬤没念过书，不懂得主张自己的权益，把那边申请为丙种用地，所以他现在是农牧用地，我也会请我的父亲后续针对这个农牧用地上面申请农舍的部分，尽快办理合法的一个程序。虽然廖先祥讲用地的政策会当申请农舍，不过在地民众感觉伊安尼讲唔对。这不可能是农舍啊，农舍是它要到一定的，就是在一块地上面，它的使用范围只有大概1/10而已，不是说你种1、2棵。果树就说我是农地啦。另外，民众嘛也了，早就甲市府检举真侪摆，所拢无人要插。民国99年、100年附近的时候，就已经有民众在关注，然后有去检举了。可是那时候完全没有做，就让他们一直盖，而且我们觉得他们家是不是就是特权啊，才敢这样干？然后你新北市政府是不是完全在包庇？违规检举与陈情，市府皆依规定入案，并依程序办理。绝不可能有包庇情形发生。后续将邀集国有参署等相关单位办理现场会勘后，依相关规定办理，以厘清争议。了解别庄违建的证据，互大家拢伫咧起楚楚，市府得赶紧调查处理，互居民一个交代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